来乡亲啊，这个连锁卖场好事多甲全联拢宣布要来调整着薪水，全联调6%，好事多调14%。好事多卖场伫台湾经营25年，苗栗乡亲早就惯势伫遮定期采买。伫疫情甲无假起价情形下，业者宣布要调整薪水。 好事多卖场宣布，从4月1号开始全员加薪，调幅最高来到14%。好事多临时员工时薪调30块，也就是为本来213块起到243块，比例是14%。在业无调薪进前会使领3万多，加薪后会使领超过4万块。除了美食的卖场，全联嘛宣布要加薪，佮加码育儿津贴。有比往年来讲稍微高一些，因为在疫情期间大家也都比较辛苦，那我们也会视整个这个营运的状况来做适当的一个调整。全联表示讲，今年薪水平均调4.5%到6%，要分育照护84天，更加加码提供奖励生育补助，一体5万块。各地经济无稳定，钱是愈来愈薄，生活压力愈来愈大。量贩业者伫这个时阵宣布加薪，是希望讲让员工的日子较好过咧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